来到基隆市的朋友大家好，基隆真好佚佗，基隆即马正在拖台湾。周围真侪游客来到基隆市的朋友大家好，基隆真好佚佗，基隆即马正在拖台湾湖，基隆市愈来愈热情，欢迎大家向前行。今仔日单元放水晶游行，这个主导，这个水晶的最主要目的是要邀请最重要的台湾人所有的进化来接受。在前面所看到这个平安山顶所在的这个树，就是两边已经被搭了，放水呢，放的就是基本。谢贵宾，是的，麻烦引导我们的总统到前台来，想象那边好新的调节。好，我们基隆女中的这个仪队前面，跟随着我们许姓主仆来祝贺今天的吉普车，好，引导前行，展开今天的正式游行。现在咱正式宣布，自头一今年基隆中原祭典放水晶游行正式开始。2019 Ghost Festival Annual Parade officially canceled. 首先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的重型机车队在前面做引导，市长和我们的总统和大家挥挥手，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周围真侪游客来到基隆市的朋友大家好，基隆真好佚佗，基隆即马正在拖台湾湖，基隆市愈来愈热情，欢迎大家向前行。今仔日单元放水晶游行第一个队伍是古势庄亲会，也就是咱今年的主普庄亲。首先进入咱面前的是基隆女中甲仪队的表演。基隆女中是基隆市的女子手鼓学校，队伍排列整齐，一队进场操枪表演，相当